你知道吗？我坐在这儿的时候，我看他们俩怎么都是一对儿。为什么有这个感觉？首先都出道10年，而且他们俩是生活当中是很好的朋友。我再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，当我在百度上搜索扎西顿珠，输入这几个字以后，出来的第一个条目就是扎西顿珠和阿兰结婚了吗？这是第一条，这是大家关心的事儿，是吧？其实我妈妈挺喜欢他的。我妈妈也很喜欢他。对，那不就成了吗？唐老师，你喜欢他们俩在一起吗？支持不是，就定了。不是因为我跟扎西顿珠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，比如说，比如我们都是藏族，然后呢，可能我们从小就去到一个地方去发展，其实你说我也出道10年，然后其实这10年当中，很多人对我也有质疑啊，包括就是说对我的民族也有质疑，就说阿兰你到底是不是藏族啊？你那个说几句藏语给我们听一下，你为什么这么白？你为什么要去国外？我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难过啊，我就觉得哇，我说我一直在做民族音乐，然后自己也很努力，我也非常的爱民族爱家乡，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他们会质疑我？然后后来经过了时间的这个长河哈，自己的这个沉淀以后，我觉得其实别人说什么并不重要。不是，我是刚才在聊他们俩结婚这个话题，为什么跑到了他自己的那个？对，这是小时候这个咱俩私聊就行了。但是有些话就是很想通过这个平台，然后去跟所有朋友去讲，就是我是觉得音乐是不分民族、不分国界，也不分语言的。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，不管别人怎么对我说，我还是会坚持做我自己喜欢的音乐。然后我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也不会忘记我的根在哪里，就是这样。好吧，我觉得其实阿兰说这个我挺感触的，有质疑是好事，因为有质疑说明大家对你有期待、有关注。对，我觉得要不然他们对唱一个呗，对，是吧？我们要不唱个康定情歌吧？对，我出生的地方。对，我们来个康定情歌好了。会唱的跟我们一起唱。2、3，开始。跑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涌，短短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涌。月亮弯弯，康定溜溜的城涌。月亮弯康定溜溜的城涌。我觉得这首歌的最亮眼的地方在于高潮部分，阿兰娇羞的朝邓珠一歪一笑。月亮弯，支持。对，这个笑容就是打破了大家对我们的所有的期望，我们俩实在是太熟了。再送大家一首《凉凉》。没有，太熟了不好朝熟人下手。唐老师，你的撮合好失败，被当场拒绝啊。